为了让学生学习自媒体传播技能，在元宇宙时代发光发热，成为有影响力的人。有900位高中及以上学生共同上线来参与国税局屏东分局所举办的训练营。课程邀请南台科技大学教授黄琼仪、中嘉宽屏相主车主播郭文吉、自媒体经营者林丽媛以及导演蔡正佑等讲师来分享。同时，首次加入虚拟网红蓝妹来主持活动，轻松学习的同时，嘛达到做税教育效果。我们税捐稽征法的修法重点，遗产税的税额试算服务。云端发票的使用的便捷性等等这样的简政便民的措施，为了鼓励各位热烈的参与呢，只要你全程参与这个培训课程，还有完成课程作业呢，就可以获得由国税局认证的结业证书，还有纪念品。成绩优异的话呢，我们也提供了优厚的奖金。还有奖状哦，你是不是呢？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了呢？希望今天的活动呢，能够带给你一个美好的回忆。原本感觉遥远的虚拟网红，想要到上课以后，发现伫厝内用手机等行动装置，得当轻松完成。会中学生现学现做，透过主播的报道来宣传租税上线。我是租税大使谢仲旭。你我身为中华民国人民，依宪法有纳税之义务。不过，由于人民缴税是一种经济上的负担，所以必须要透过民意机关制定法律，作为政府缴税和人民纳税的共同依据。这种租税法定义主义是民主国家应有的准绳，不但尊重民意，能使税法公平合理，更可以约束政府不得滥用课税的权利。这场训练营除了请学生踊跃报名参加，嘛落实租税教育向下扎根的成果，同时借着自媒体传播，有效来推广购物消费欠分段发票等方便性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